2026年7月20號，娛樂圈突然爆出一個超級大噩耗，好多港片迷同圈入面嘅藝人，一時間全部都好傷心。今日朝早，好幾間香港本地嘅娛樂媒體齊爆料，香港影壇標誌性人物，大家叫佢做四哥嘅老牌巨星謝賢，永遠離開呢個世界，終年89歲。消息啱啱傳出陣，好多網友第一反應仲以為係往年見慣嘅假消息。事關之前2019同2021年都轉過謝賢病危離世嘅謠言，當時四哥仲親自出嚟幽默澄清，話自己正同老友飲茶食飯，身體冇乜大問題。但今次謠言真係變咗無法挽回嘅事實，冇幾耐，謝賢個女謝婷婷率先喺自己社交賬號出正式訃告，個仔謝霆鋒都同步發文悼念，兩仔爺一齊證實咗父親謝賢與世長辭嘅消息。即時衝上全網熱搜，曬滿各大社交平台。謝婷婷出嘅文內容好悲痛，但又好克制。我哋懷着無比沉重嘅心情，向大家宣布，我哋摯愛嘅父親謝賢先生已經與世長辭。父親喺家人陪伴之下安靜離世。經過一段時間身體變差之後，佢好平靜咁走完精彩又豐富嘅一生。父親一世才華橫溢，成就好高。唔單止係一位好受人尊重嘅演員同藝術工作者，仲係一個好有魅力、好自享受生活嘅人。佢用自己獨特嘅風采同真心嘅性格，俾身邊每一個人都帶嚟歡樂。咁多年嚟對香港電影同演藝事業嘅貢獻，更加深深影響咗幾代觀眾。我哋好相信佢嘅風采同精神會永遠留喺大家心入面。而家我哋全家都沉浸喺失去至親嘅悲痛入面，懇請各界俾我哋一啲空間，等一家人可以安安靜靜陪住對方，一齊捱過呢段難捱嘅日子。對於大家一直以嚟嘅關心，同埋近日送嚟嘅慰問、祝福同支持，我哋呢度衷心多謝大家。跟住之後，謝霆鋒都出咗悼念嘅長文，文字冇喊到撕心裂肺，但入面藏住咗幾十年父子之間複雜又深厚嘅感情，仲公開咗謝賢留喺世間最後嘅人生信條，就係佢成日掛喺嘴邊嘅一句英文 The show must go on， 意思就係表演一定要繼續。謝霆鋒話，父親一世都將快樂同笑容留俾觀眾，就算私底下都會有唔開心、好難捱嘅時候，但只要企喺鏡頭前面，永遠都係最得體、最瀟灑嘅樣。佢仲叮囑所有中意四哥嘅影迷，唔使為呢件事喊同傷心，事關一世都要體面，最看重瀟灑嘅謝賢。如果見到大家為佢喊，反而會覺得大家唔夠灑脫。據身邊工作人員透露，事發陣謝霆鋒正喺內地密鑼緊鼓籌備7月底嘅個人巡迴演唱會，舞台彩排同宣傳通告全部排滿。接到家人緊急電話嘅一瞬間，佢冇失控崩潰，只係好快咁冷靜安排團隊取消所有公開行程，即刻買最快一班航班返香港。定居加拿大，成日喺外地生活嘅謝婷婷，都第一時間放低當地嘅生活，買咗跨國返程機票，兩兄妹返到香港一齊處理父親嘅身後事。家屬之前已經商量好，遵從謝賢生前唔中意張揚，中意簡單自在嘅性格，之後嘅喪葬流程全部簡化，唔搞大型公開悼念活動，借住媒體到嚟跟拍，只想安安靜靜送陪佢哋大嘅父親最後一程。好多年輕觀眾只得謝賢，第一個標籤就係謝霆鋒嘅老豆，係少林足球入面囂張霸道嘅反派強雄，係成日著西裝、唔除墨鏡、紮住標誌性馬尾嘅時髦老人家。但真正屬香港影視發展史嘅老影迷都知道，早喺謝霆鋒未出世之前，謝賢已經稱霸香港娛樂圈70幾年，係橫跨粵語片、電視劇同港產片黃金時代嘅殿堂級人物。佢跌宕起伏、瀟灑通透嘅一世，完全稱得上係一段冇人可以複製嘅傳奇。謝賢原名謝家玉，1936年8月9號喺香港出世，祖籍廣東番禺。屋企入面一共有8兄弟姊妹，佢排第4，呢個就係四哥呢個稱呼最初嘅來源。細嗰陣佢屋企本來係有錢嘅大家族，祖輩喺廣州開銀號做生意。童年嘅謝賢係唔使憂衣食嘅富家少爺，
可惜戰亂之下，屋企好快就敗落，老豆好早走咗，10幾歲嘅謝賢只可以放棄舒服嘅生活，自己出嚟揾食。1953年，得17歲嘅謝賢去考演員訓練班，雖然第一次考唔中，但被資深電影人一眼睇中佢嘅天賦，順利簽約影視公司。第2年拍咗人生第一部電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入咗演藝圈。呢一行一做就係足足73年嘅光影人生。後生陣謝賢身高差唔多1米8，五官立體又俊朗，自帶一種唔服輸嘅貴公子氣質。擺喺50、60年代嘅香港演藝圈，顏值同氣場直接贏晒同期嘅藝人，冇幾年就成為粵語片最擋工嘅小生。50到60年代，佢連拍上100部粵語電影，俘虜歡到好誇張，唔單止可以演身世淒慘嘅悲情男主角，仲可以駕馭風流倜儻嘅花花公子、蚊藝小生、江湖浪子、豪門少爺，全部都演得得心應手。1960年，佢演咗影史上第一個影視版楊過，靠《神雕俠侶》攻遍成個東南亞。同年，謝賢牽頭約埋張聰、秦祥林、鄧光榮、沈殿霞等7個圈入面嘅好友，組成好出名嘅銀色鼠隊，7個人結拜做兄弟，橫跨影視同商界，喺當年嘅香港娛樂圈地位舉足輕重。圈入面大大小小嘅矛盾，好多時候只要4哥出嚟就可以調解妥當。1967年，事業越做越好嘅謝賢直接開咗自己嘅謝氏兄弟影片公司，自己做導演同編劇，先後拍出《擇梯》、《明日天涯》等經典蚊藝片，其中《明日天涯》嘅主題曲由羅蚊演唱，供咗幾十年，到而家都係好多長輩心入面嘅懷舊金曲。當年謝賢供嘅程度，擺到而家真係好難想象。巔峰時期一部夫嘅片酬高到可以直接買成棟香港嘅大廈、豪車、私人遊艇、定製西裝、雪茄同墨鏡都係佢嘅標配。就連當年喺美國創出一片天嘅李小龍，每次返香港發展，第一件事一定係上門探謝賢，兩個人一齊影相，李小龍都會主動讓 C 位，好恭敬咁叫一聲4哥。邵逸夫、周文懷呢啲影視行業嘅大佬，見到佢都要讓3分。成龍、周潤發、劉德華呢啲後輩，全部都受過佢嘅提攜同幫忙。周潤發早年啱入行冇人知，做咗2年龍套，連房租都俾唔起，差啲放棄做演員。係拍《千王群英會》陣，謝賢一眼睇中佢嘅天賦，特意點名叫周潤發做自己嘅副手，俾咗佢第一個有名字、有完整膚份嘅角色。先有之後一代影帝周潤發。周星馳拍《少林足球陣》，專門邀請早就淡出熒幕嘅謝賢客串反派，佢唔收片酬都全力幫忙，就係想幫後輩完成心願。70年代尾，粵語片市場慢慢衰落，謝賢順勢轉去拍 TVB 電視劇，再次迎來事業嘅第2個高峰。蕭十一郎入面瀟灑孤傲嘅蕭十一郎萬水千山總是情入面溫文爾雅嘅富家少爺雪山飛狐入面重情重義嘅苗人鳳，每一個角色都深入民心。1980年播出嘅《千王之王》，徹底將4哥呢個稱呼刻晒所有香港人嘅記憶入面。佢演江湖人稱男神眼嘅羅四海，著住一身不挺嘅西裝，手入面拎住雪茄，氣場強大又重情重義。劇入面所有人都叫佢做4哥，呢套劇當年創下現象級收視，家家戶戶都圍住電視機追睇。夫入面嘅稱呼直接走入現實，唔理係圈入面嘅同行、媒體記者，定係街邊遇到嘅普通路人，見到佢都會好親切咁叫一聲4哥。呢個稱呼陪咗佢成世人。夫入面佢叱咤風雲，江湖地位冇人可以撼動。夫外嘅謝賢，一世都活得坦蕩隨性，從來唔會刻意收埋自己嘅性格，感情經歷都成日俾大家講起。佢一世經歷2段正式婚姻，幾段刻骨銘心嘅戀情，對每一段關係都好得體大方。分開之後，從來唔會講對方壞話同爭執。第一任妻子係當年好紅嘅影壇玉女甄珍，兩個人婚後一齊生活3年，和平分開。好多年之後偶遇都仲會好客氣咁打招呼，好體面咁結束。1979年，謝賢用200萬港幣開住金色勞斯萊斯娶初代港姐狄波拉，
呢場婚禮轟動成個香港。婚後兩個人生咗一對仔女，就係謝霆鋒同謝婷婷。1995年兩個人因為性格唔同和平離婚，就算分開20幾年，謝賢同狄波拉都仲保持友好往來，一齊關心一對仔女嘅生活，從來唔會喺媒體面前講對方半句唔好。晚年佢同細佢49歲嘅女友 Coco 拍拖12年，一齊走過好長嘅日子。分手陣大方俾咗2000萬港幣做補償，好好安排對方嘅生活，做事通透又周到，從來唔會拖泥帶水。好多人只見到謝賢對外風流隨性嘅一面，就忽略咗佢不羈外表之下柔軟細心嘅父愛。後生陣因為成日拍夫應酬好多，佢陪仔女嘅時間少之又少。曾經喺訪問入面直接話，同個仔謝霆鋒成日聚少離多，一年都見唔到幾次面，甚至話我同佢一啲都唔熟。說話入面藏住好多遺憾。當年謝賢投資失敗，欠咗一大筆債。16歲嘅謝霆鋒主動簽約英皇，好早入娛樂圈幫屋企分擔壓力。年紀細細就去日本學音樂，自己一個人喺外面捱苦，打電話返屋企喊。狄波拉好心疼，但謝賢喺電話入面硬起心腸，同個仔講：路係你自己揀嘅，跪住都要行完。睇起嚟好嚴嘅說話，背後係佢唔想個仔輕易認輸嘅心意。兩父子嘅格愛維持咗好多年。後生叛逆嘅謝霆鋒一度唔明白老豆，兩個人好少深入傾記。直到2011年，謝霆鋒靠線人攞到金像獎影帝，企喺領獎台上面，佢擋住全場觀眾同鏡頭，對住台下嘅謝賢喊住道歉，希望你原諒當年唔知天高地厚、唔知禮貌嘅細路仔，可以養大我呢個咁麻煩嘅仔，仲永遠都笑面迎人，你先係真正嘅男主角。呢番說話解開咗兩父子多年嘅心結。2014年，謝霆鋒邀請老豆拍美食綜藝《12道風味》，呢個係時隔29年兩父子第一次一齊去旅行。節目入面謝賢話，咁多年過去，自己甚至唔記得個仔中意食乜。鏡頭前面流露嘅落寞令好多觀眾好心酸。都係呢次一齊出行，令兩父子嘅關係徹底變好。之後只要謝霆鋒返香港，一定會抽時間陪老豆食飯傾記，就算同王菲一齊返香港，都會一齊去探四哥。到謝賢年紀大，身體越嚟越差，謝霆鋒更加擔起照顧老豆嘅全部責任，專門買咗海景豪宅俾老豆養老，用高薪請咗4個有專業醫護資格嘅看護，24小時3班倒，全方位照顧謝賢嘅日常起居同康復理療，盡量俾老豆最好嘅晚年生活。定居加拿大嘅謝婷婷，每年都會帶住個仔飛返香港陪老豆，唔理事業定感情遇到難題，謝賢永遠都係佢最穩嘅後盾，從來唔會逼仔女留喺身邊困住佢哋嘅人生，只希望一對仔女平安順利。之前謝賢講起仔女，都曾經眼紅公咁話自己後生陣太專注事業，欠咗仔女好多陪伴，晚年最大嘅心願就係可以多啲同家人一齊，唔使自己一個人對住空蕩蕩嘅大屋。一句我太寂寞了，戳中好多網友心入面最遠嘅地方。最近2年，謝賢嘅身體狀態肉眼可見咁一直變差。早年成日拍夫捱夜、煙同酒唔離身嘅習慣，到老徹底搞壞咗身體，髖關節舊傷成日復發，日常出行一定要靠輪椅加拐杖，肺部功能都一直唔好，好多次入醫院調理。今年4月，仲有路人喺香港太平山頂嘅咖啡店遇到謝賢，呢個都係佢人生最後一次完整公開露面。相入面嘅佢身形瘦咗好多，甩咗好多隻牙，全程坐住輪椅，但仲係戴好標誌性嘅墨鏡。有人上前想同佢影相，佢全程好配合，面帶笑容，一啲巨星架子都冇，仲刻意挺直腰板，守住一世嘅體面同瀟灑。當時影迷仲話四哥狀態仲可以，邊個都估唔到，淨係過咗3個月就收到天人永隔嘅噩耗。據家屬身邊嘅知情人士透露，近半年謝賢嘅身體一直變差，反覆入醫院調理。兩兄妹放低手頭上嘅工作輪流貼身照顧，陪佢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離世當日，謝霆鋒、謝婷婷、狄波拉同埋幾個至親全部都守喺身邊，
冇痛苦掙扎，安安靜靜咁合埋眼，圓滿走完89年豐富精彩嘅一生。佢留喺世間最核心嘅人生信條：The show must go on， 都成為留俾家人同影迷最後嘅禮物。一世熱愛演藝，享受生活，就算去到生命嘅終點，都唔想其他人沉浸喺悲傷入面。希望大家記住熒幕上面個意氣風發、永遠瀟灑嘅四哥。消息傳開之後，成個香港娛樂圈都陷入哀悼。蔡卓妍、莫文蔚、霍汶希、林家棟等好多圈入面嘅藝人都先後發文悼念，大家回憶起同謝賢相處嘅點滴，全部都讚佢為人夠義氣，對人好寬厚，願意全力提攜後輩，係香港娛樂圈當之無愧嘅精神前輩。有人話謝賢嘅離開代表香港粵語片同老牌港劇嘅黃金時代又少咗一個親身經歷嘅人。個住西裝戴墨鏡、紮馬尾、做事坦蕩、活得自在瀟灑嘅四哥，永遠定格喺89歲。回顧謝賢成世人，出身唔好，但靠自己創出一片天，70幾年都深耕影視行業，創下好多冇人可以超越嘅經典。對外重情重義，幫後輩調解圈入面嘅紛爭，有無可替代嘅江湖地位。感情入面坦蕩得體，分開之後唔會講對方壞話。做老豆後生陣有啲遺憾，晚年就用晒所有辦法彌補親情，一世都貫徹瀟灑2個字，活得通透又熱烈。佢演過300幾個角色，嘗晒人生嘅喜樂同悲歡，輝煌過、低谷過、孤單過，最後喺家人圍住之下安安靜靜落幕，就好似謝婷婷嘅訃告入面寫嘅咁，佢獨特嘅魅力同精神會永遠留喺幾代觀眾嘅記憶入面。之後再睇《千王之王》入面氣場全開嘅羅四海，殺出個黃昏入面溫柔滄桑嘅退休殺手，少林足球入面囂張霸道嘅強雄，熒幕上面個永遠挺直腰板、墨鏡都遮唔住眼入面故事嘅男人，就係獨一無二嘅謝賢，係永遠留喺香港影壇史冊入面，冇人可以複製嘅傳奇四哥。而據佢一世都堅持嘅台詞：The show must go on， 都會陪住所有影迷，永遠記住呢個瀟灑咗一世嘅老夫骨。